香港人百年歸老，大陸個房產要點樣繼承？根據中國個法例，第一繼承人係配偶、仔女、父母。大家聽起身係咪覺得好清晰？但係你個仔女要返香港開各種各樣個關係證明，然之後返大陸個公證處做繼承，中間如果少咗一張證明，繼承都有可能唔成功嘅。所以最正確個做法就係提前立好遺囑。但係香港實施係律師見證制，大陸呢邊係以公證制為準嘅。所以如果你喺香港揾一間普通個律師樓做遺囑，返大陸個房產局咧係唔承認嘅。所以正確個做法係要提前喺大陸個公證處立好遺囑，咁你個仔女就會簡簡單單嘅繼承你間屋。如果你喺繼承上邊有任何問題，我已經整理好一份好詳細個資料包，你喺評論區發中山兩個字，我發資料俾你參考下。